行新嘅路段，駕駛人士認為收費可以接受，以及節省行車嘅時間。蔡志君報導。朝早有唔少駕車人士試用呢一條通車無耐嘅公路，不過車輛就唔係咁多。3號幹線郊野公園段由元朗坳頭接駁至汀九，市民喺元朗出荃灣都只係要13分鐘，即使出中環都係半個鐘頭，比以前呢快成個鐘頭㗎。唔少元朗嘅市民話，多咗條新路就好似搬咗去市區，不過慳時間之餘係有代價。雙向3線行車嘅3號幹線，電單車每程收10蚊，私家車同的士收15蚊，輕型至重型貨車收30、40同60蚊。用呢條公路嘅駕駛人士就認為收費可以接受，趕時間咪值得咯。咁你覺得趕唔趕時間咧？依家趕啦。所以呢？所以咪睇咯。3號幹線郊野公園段有限公司話，公路可以容納每日14萬架次車輛嘅流量，預計通車初期每日有大約5萬架次嘅車輛，有助舒緩屯門公路以及吐露港公路嘅擠塞情況。而由今日起，有9條原本駛經屯門嘅天水圍巴士線改行3號幹線，喺幹線旁邊設有轉車站，市民可以憑轉車飛轉車。不過唔少乘客就唔係咁習慣點樣去轉車。如果去葵芳就舊嘅嗰度就10個零幾啊嘛。而家點啊？而家我轉去觀塘變咗搭錯咗，咁變咗要20蚊咯。有住喺屯門嘅市民話，少咗巴士選擇對佢哋唔公平。你以往有多條路線選擇啊嘛，咁你而家得翻一兩條咁咪變啦，等嘅時間會長咗。亞洲電視記者蔡志君報導。大欖隧道通車之後，有多條巴士線行走，乘客由元朗至到汀九節省咗15分鐘，而票價亦都因應路程縮短調低。歐志良同元朗居民一齊坐巴士睇過。冼先生喺元朗每朝都要去黃大仙返工，喺大欖隧道未通車時，冼先生如常坐68 X 巴士出市區，架車喺朝早7點15分開出，去到屯門公路口就開始塞車。一路都行車緩慢，去到大欖入咗巴士專線就好暢順。隔離嗰啲線都係慢車嘅，所以而家見到而家啲車員都可以行以60公里咁嘅時速或者70公里嘅時速去飛馳咧，就已經好幸運嘅一回事。冼先生去到太子轉地鐵，喺巴士嘅車程用咗1個鐘頭06分鐘。而喺今朝，冼先生喺7點25分再坐68號 X， 呢架巴士係9條改行大欖隧道嘅巴士線之一。架車由元朗西轉上元朗公路，唔再行經屯門，喺博愛交匯處有輕微嘅擠塞。架車後嚟經大欖隧道出到汀九交匯處，轉入屯門公路，一路都好暢順。部巴士去到太子地鐵站只係用咗55分鐘。比以往快咗11分鐘。因為遲咗起身之後咧，就同埋一路上咧冇咁多塞車咧，咁連成嗰個人嘅心情會好啲啦。亞洲電視記者歐志良報道。